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6月3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苏超这个端午节又一个足球联赛火了，它就是苏超。我想大家还记得这个叫村超吧？那个贵州的村超一度在网上也火了。这一回火的是苏超。那什么是苏超呢？大家先看一段视频。这个假期有一项地方体育赛事火出圈，在网络上一度冲上热搜，它就是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因为赛场上的全力拼搏和看台上的激情四射，这场比赛被网友们称为苏超。不仅是比赛精彩，热度非凡，参赛城市还以此为契机，带动文旅消费，促进了城市间的百姓交流。我想大家在网上刷这个短视频，还有这个社交媒体上，恐怕最近看了不少这个关于苏超的介绍。这个苏超确实一下火起来了。自从这个贵州的村超火了以后没想到这种城市之间的这个足球联赛也能火。有很多网友也觉得很奇怪正当这个中国足球尤其是男足已经式微，对吧，到了大家都不愿意提的地步，怎么突然这个苏超能爆火？至少说明这个贵州的村超这个苏超能够火说明中国人不是不爱足球，中国人还是很喜欢足球的，只是遇到了特殊原因，这种喜欢被压制了。但是火的为什么是苏超或者是贵州村超呢？这个江苏的媒体都纷纷在分析说这个为什么苏超这么火，甚至这个有很多江苏的媒体说苏超爆火没有省份抄得了作业，也就是说这个村超只能是在贵州火，你其他地方想抄也抄不了。苏超这种模式呢，也只能在江苏火，其他的省份想学习学不了，抄作业抄不了。网上不有一个这个流行的梗吗？动不动就是抄作业，你就照着抄就行了。但是苏超你是抄不了的。这个江苏的媒体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扬子晚报记者还有什么子牛新闻记者收到了很多国内足球和体育记者的提问，说为什么苏超这么火？苏超之前江苏足球尤其是职业足球陷入了一个不温不火的困局，没有了顶级联赛球队，二级联赛球队越打越没人关心，成绩也每况愈下。很多人都在问，江苏还有搞足球的必要吗？作为一个从业20多年的足球记者，我也在此选择了离开职业足球的报道领域。说然而厚积薄发的江苏却在不经意间打开了另外一扇窗，打造出自己的足球联赛苏超，仿佛是一个罗马角斗场，场内外的狂欢吸引了太多人的关注。关于苏超，我回答各地媒体同行最多的一句就是没人学得了江苏。他说这不是苏超爆火后的狂妄之言，而是基于对江苏实情和中国足球的了解得出结论。江苏13太保形散而神不散。这个江苏历来有13太保之说也就是江苏这个各个地级市和省会城市南京叫散装的江苏嘛，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每一个地方经济发展好像都不差，谁也不服谁。这个文章说说江苏13太保形散而神不散，每个城市都有可以长篇累赘历史大人物和重要典故，丰厚底蕴，倍添文化自信。同时江苏又讲规则和秩序，一旦决定要办一件事，无论是一个指挥官还是13地各自指挥，都会全力以赴。所以当全省要搞以城市为代表的足球联赛时，各地马上把握住了撸起袖子秀肌肉的最佳时机。说江苏城市足球联赛去年开始酝酿，也就是从那时起13个城市就已经暗厉兵秣马。观众看到现在苏超场场硬仗，旗鼓相当，背后都是实力的较量。搞好一支足球队是需要有一定财力投入的，江苏在这方面没有掉队，也为联赛的整体质量打下基础。此外，江苏有着承办各级国际赛事以及中超、中甲联赛的经验，换成别的省份，一下子要在13个地级市开展如此大规模且正规的赛事，组织压力不小。但在江苏
苏第3轮就能达到场均15000左右的上座率，别说力压中甲联赛，就算放在整个亚洲足坛，也能轻松排进前5。如此大规模比赛能够有序进行，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重要的是，江苏13市各有看点，说苏南有俊俏富庶，苏北有豪迈大气，你有苏州园林小家碧玉，我有大江大河饮酒吃肉。多元文化也体现在各地球队的技战术打法上。正是这样的文化差异性，让苏超话题络绎不绝，名梗不断。记者发现，苏超开始启动流量密码，正是在第1轮苏北球队集体赢球之后，苏北足球大胜的狂欢传播开来，却并未让苏南市民垂头丧气。相反，很多苏南自媒体用一种自嘲来以力谢力，让大家在一笑之间更加深入了解苏超，爱上苏超。说自嘲背后是一种自信，江苏人真的扛得住，笑得起，也玩得下去。关于对这个苏超比赛啊，这些球队啊跟苏南的球队这个比赛，大家可以看一下视频啊。足协的那帮人估计快恨死江苏了，怎么能不买票就看足球比赛呢？我们球迷也恨死足协了，足球比赛那么精彩，好好看看真正热爱足球的人是怎么踢比赛的。宿迁和徐州号称楚汉之争最费球员的比赛，平均每2分钟就有一个球员倒下，跑抽筋的就有5、6个，拼抢积极大腿拉伤的好几个，但是没有一个恶意犯规，这不比中超强多了。宿迁和徐州比赛其实最兴奋的是淮安人，毕竟没有淮安人的帮助，楚汉之争那是谁也奈何不了谁的。最后的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1比1战平。宿迁开场3分钟就攻进1球，结果87分钟都被徐州压着打，最后1分钟没有顶住。2000年过去了，宿迁这个鸿门宴摆的还是不行。本场比赛，刀郎布先生亲临宿迁主场为宿迁加油，他真的是网上最了解江苏13太保的博主了。给我续起来！他这文章接着说啊，他说当一个人吃惯了鲍参、赤肚，或许小菜干粮也是舒服的选择。这个说的没错啊，吃惯了鱼子酱，有的时候觉得豆腐乳也挺好吃的。他说我们在凌晨收看欧冠决赛，傍晚赶到舞台上为自己的城市呐喊助威。成年人带着孩子走进球场，带他们看人生中第一场足球赛，对于城市的欢呼呐喊将会成为孩子们深刻的记忆。各地文旅也都行动起来，张开怀抱迎接这一波足球带来的泼天流量。记者了解到，苏超的主办方已经接到了如雪片般的赞助合同意向，让他们感受了足球带来的前所未有商业价值。如何接住这波流量和资本，是苏超将来面临的重要课题。第一届火不代表届届能火，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苏超如何交出一份完美的答卷，要在今年11月比赛结束之后才知晓。说村超只有在贵州，苏超只能是江苏。这2个大的足球 IP 告诉大家，因地制宜推动足球发展才是制造足球流量的最佳答案。不管怎么说啊，反正这个端午节，这苏超反正突然一下就火了，那火它一定是有原因的。面对江苏的媒体说啊，苏超爆火，没有省份抄得了作业。这个南方有媒体啊表示不服，这个南方都市报啊今天发表一个评论，说苏超火爆，抄作业并不难。你看啊，媒体啊就已经杠上了，一个说你苏超你是抄不了的，一个说抄作业并不难。我们看看这个南方都市报怎么说的啊，他说端午假期当全球球迷目光聚焦欧冠决赛时，苏超再次火出圈。苏超继2025年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由江苏13个社区市各派一队参加。据媒体报道，自5月10日开赛以来，前2轮12场比赛场均观众达到8798人，超过同期中甲联赛上座率。这个中甲联赛啊，可以对吧？就停办了。参赛的13支队伍既有职业球员，也有个体工商户、大学生和高中等业余球员。苏超为什么会火？社交媒体上有不少分析，最多被提到
到的是江苏地域文化，尤其是各城市之间天然的竞争情节，让苏超有了火的基础。同样重要的是竞争背后的城市荣誉心态。苏超主打就是全民参与加城市荣誉的理念，这种设置能在很大程度上提升球迷基础。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就是联赛与消费的巧妙结合，较低的票价吸引了球迷，但并不影响消费。足球周边消费效果非常显著。足球联赛强调城市荣誉，向来就是足球主流文化，所以最火爆的比赛永远是德比战。职业联赛在发展过程中，很多俱乐部都试图与当地城市绑定，并以此壮大球迷基础。中国足球一直以来也是如此操作，各支球队都很重视城市荣誉。但问题在于，近年来中国职业足球联赛一波三折，有的俱乐部并非以发展足球为志，加上自身经营不善，球队发展起起伏伏，不少球队甚至退出了中国足坛。在这种情况下，职业联赛中的足球俱乐部企图塑造的城市荣誉并不稳定，他们给地方足球带来的影响，尤其是球队能否代表相应的城市，一直存在争议。文章说除了几家老牌俱乐部因为一直参与顶级联赛，足球根基深厚，其余很多俱乐部还要费尽心思吸引当地球迷，这是职业联赛必然会遇到的问题，并不是成立一家足球俱乐部，球队打到顶级联赛就能代表一座城市。他这个主要是讲的是现在的这个足协搞的这是什么中甲联赛那球队跟地方的关系，就这球队赢了跟地方有什么关系，球队输了跟地方又有什么关系，就是他这个地方文化这个属性，对吧？地方的这个荣誉感不强，那你就吸引不了地方的球迷。不知道你代表不代表江苏，除了个别的球队跟地方绑定比较深之外，其他的越来越淡化。而苏超为什么火呢？这文章说就因为苏超它就代表地方，13个市，每个球队就代表当地，对吧？苏超完全是另外一种生态，没有职业联赛的负担，因为不是参加顶级联赛，不需要引进球员，所以成本不高。因为是主客场单循环较量，常规赛段也就是12场比赛，压力并不大，球员下班去训练，按照赛程请好假参加比赛，这可能就是他们的常态。而对于球迷来说，联赛天然的草根性会更容易与城市荣誉建立关联。参加比赛的球员可能是球迷朋友，大家关注比赛的热情当然有保障。总而言之，这就是关系到城市荣誉，纯粹足球比赛。至于低票价影响，其实也不容忽视。无论是江苏的苏超还是贵州的村超，球迷观赛的门槛都很低。苏超的价格普遍在10元左右，低票价能保证联赛的人气。有意思的是，低票价提升了足球周边消费，而苏超各个比赛场地也承接了球迷的消费热情。据媒体报道，常州赛区推出了9.9元门票加萝卜干炒饭套餐，带动本地萝卜干品牌线上销量翻倍。联赛期间，镇江西津渡景区夜游人数较平日增长3倍。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只有扩大群众基础，才有发展空间。体育竞技的价值日益凸显，不必光盯着那些有着世界影响力的大型赛事。苏超的火爆表明，这种有着鲜明地域特色和球迷基础的赛事，不仅对足球发展大有益处，对提高人气、扩大消费同样有价值。考虑到这种赛事组织并不复杂，其他地方可以借鉴，抄作业并不难。你看这个扬子晚报说抄作业很难。江苏因为有举办大型赛事、国际赛事这种经验，所以各个地市这个组织显得这个有条不紊的。而这个南方都市报说了这种赛事组织并不复杂，其他地方可以借鉴，抄作业并不难。首先媒体就掐上了，就足以见到这个苏超有多火。我个人认为这个无论是贵州的村超火还是苏超火，都有它的共同点也有它的不同点。这扬子晚报和南方都市报说的有就是对的部分也有不对的部分。扬子晚报它重点说的还是偏向这个组织方，也就是更多的是强调这个组织政府，对吧，在里面起的作用，主办方。而这个南方都市报呢，它更多的强调是这个群众基础，球队所代表的城市的荣誉感，票价低。所以我来谈谈我的看法这有几块首先第一个，我认为贵州的村超火、苏超火都是消费降级的一个具体表现。很多东西现在你会发现它火的莫名其妙，但是你仔细想一想，它
它就是消费降级，用消费降级来解释现在莫名其妙火的东西，叫屡试不爽。你看那个淄博的烧烤，对吧？你来分析去，它就是消费降级啊，它没有什么门槛。哎，淄博烧烤火了啊，你其他地方能学吗？烧烤多简单，也不需要政府组织，学不了。然后天水麻辣烫，麻辣烫更简单，别的地方也学不了，对吧？也就是没有第二个地方说我这麻辣烫火了，没有。现在到处都在消费降级，各行各业都在降级，每个这个生活中的细节都在降级，就看什么地方啊你能抓住。这叫第一个吃螃蟹的，一下就能火；你第二个学习的、抄袭的够呛，这个也符合网上这个流量的特点啊。如果说你说地域文化差异，对吧？无论是扬州晚报还是南方都市报都说啊，江苏13太保每个地方文化差异比较大。那你说要说散装的江苏啊，那安徽更是散装啊，安徽这个散装程度啊还要超过江苏。但是安徽呢，但是它经济发展它比不上江苏，但是它这文化差异性呢，那个各个城市之间差距那比江苏还大呀。安徽是淮河、长江把安徽一下分成3个部分，这3个部分啊，你把3个部分各找3个人坐到一起，你就根本就不知道这3个人是一个省的，无论是语言还是文化还是风俗，那完全是风牛马不相及，那差异性更大，对吧？皖北人更多的吃面食，吃米饭非常少。你到了长江以南，他不吃面食，只吃米饭。淮河和那个长江中间的部分，那好像是啥都吃。你要说历史名人，对吧？这3个区域，那历史名人一个比一个多，无论从古代还是到现代，对吧？这个长江以南徽州，人家吃臭鳜鱼，要吃臭的，但是你要到了那个皖北，他就享受不了这臭鳜鱼。皖北人那个喝酒，对吧？那酒量那酒疯，皖南人也受不了。但是你要说这个安徽，对吧？能不能抄这个苏超？我估计是抄不了的，抄了也不会有苏超这么火。这个就是叫先发优势啊，这个就像那个淄博烧烤一样。那安徽要抄的话，它已经不能抄足球了，它只能抄别的。这种城市联赛啊，恐怕我觉得只有江苏，不是它的文化差异，也不是它经济发达，也不是它有这个举办赛事的经验，仅仅是因为它是第一个吃螃蟹的，符合消费降级。第二个，我认为啊，就是实际上刚才也讲了，就是这个流量的特点呢，这互联网流量它就是这样的，来得快，去得也快。无论是淄博的麻辣烫，烧烤啊，还是天水麻辣烫，你看火个1年、2年、3年，它就热度越来越低啊。当然了，足球这个恐怕也不完全像烧烤，它有可能啊，你要搞得好的话，这是它的热度啊，稍微还能坚持。时间可能更长一点，因为它毕竟它的内涵呢，它的可运作的地方，它的环节比较多，但总体上它是符合这个特征的，就是关注度会越来越低，就像贵州的村超一样啊，对吧？刚出来的时候特别火，但是现在呢，慢慢的，这互联网的流量它就是这个特点，它这个老的事物啊，老的热点总会被新的东西所取代，对吧？大家都是喜新厌旧啊，所以苏超啊，今年火，明年应该还会火，但是后年呢，再往后呢就不好说了。那就看你真的是要看这个你的组织方啊，你的这种运营能力啊，很有可能啊，你在江苏当地比较就是这个热度还能保持，但是在网上对不起，热度没有了，越来越降，因为总有新的事情出来，网民的时间是有限的，精力也有限的，他要追逐新的东西啊。第三个啊，就是我们还是有群众基础，也就是我们啊老百姓还是比较热爱运动的。刚才咱们已经说了，这个消费降级，就是你只要这运动花费不大，这个那参与的人非常多的。就这个端午节啊，我就发现了，你比如说这个各个地方这个划龙舟比赛，那也是非常热闹。这种比赛更多的都是自发的。然后呢，现在各个城市啊，地级市都在举办马拉松比赛，一场马拉松比赛也1万人、3万人，对吧？无论是贵州的村超，还是端午节的划龙舟，还是各地马拉松比赛，我认为啊，它都带有互联网经济的特征，就是本质上是线上线下相结合，网上是搞流量搞宣传，然后线下呢是把你人给吸引过去，在那儿消费，对吧？你马拉松比赛也这样的，你2万人，他把更多的名额给到外地人，就外地人报名容易点，本地人报名稍微难一点。这样的外地人去了，你总得住酒店，在那玩一玩，吃一吃，消费消费，网上还有流量，宣传他当地的特色产品品牌，做广告。你看，既把运动搞了，参与度高了，他的报名费也不贵，完了又宣传了地方特色，带动地方经济，搞了流量。现在都这么干，也就是线上线下相结合。这个苏超也差不多啊。那这么干的前提还是群众基础啊，也是大家愿意运动。第四个啊，我认为是这种组织权力的下放，也就是不是搞这种全国性的，都有各个地方自己搞，尤其是龙舟更是各个镇
各个村自己搞，叫自娱自乐。那个贵州村超也是的，对吧？各个地级市搞马拉松比赛，你看这个苏超也是差不多。这样的话，他们更贴近群众啊。它跟那全国性的赛事不一样，全国性的赛事刚才说的叫顶级联赛，离群众太远，而且这里面从各个环节都透露出一种叫不透明、不可琢磨，大家没法参与，一没法参与，离群众越来越远，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腐败，所以大家就拿脚投票。这种城市联赛啊，刚才那个南方都市报也说了，这个群众的参与度会很高，保不齐对吧？你同学就在里面踢，就是嘛，一个市的这种关系啊，就更加这个紧密。他一场球赛将近1万人观看，你说全国那个联赛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呢？确实有这个问题啊。然后由足协来组织的话，没有办法满足啊这个大家的这种叫沉浸式体验。刚才也说了，然后它又贵，对吧？门票动不动几百上千的，谁去看呢？这玩意儿门票10块钱，完了还给你送一份炒面。所以说啊，这个某种程度叫权力下放，这个也符合咱们的这个改革开放啊。为什么这个以前这个叫走集体的时候，地同样是那么多，走集体的时候你就容易吃不饱，对吧？还要饿肚子，严重的时候还要对吧出人命。为什么把地一包产到户，大家突然吃饱了呢？就是能吃饱，温饱问题就能解决。就是这个道理啊，就相当于你把权力收到足协，你看那足协就不行，群众就不要说成绩了，就大家也不愿意看。你把权力一下放，你发现对吧？各个地方人自己玩的也挺嗨的，对吧？这个足球运动的这种颓废的现象，居然让这个贵州啊、江苏的城市联赛给它复兴了。大家再想象一下啊，如果一个城市啊，对吧？它各个区之间，你比如说这个宿迁，各个县之间还有球队互相比赛，那你说第5个啊，还是跟这个体制有关系，就是足协这个运作啊。我认为啊，这个主管部门呢，应该从监管角度，就是你只负责监管，你不要负责运营。监管什么意思呢？就不要让他对吧？这个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就这意思啊。就你要监管他，但是你不要负责具体的运营，他怎么赚钱，怎么运作，权力下放，对吧？以后足协你就不要管什么这个甲级联赛，什么中超，什么中甲，一大堆的，对吧？谁愿意组织谁组织，谁自己掏钱，谁自己去赚钱，对吧？谁愿意搞谁投资。足协只做监管部门，我就监管你这运动健康不健康，合法不合法，实际上就是放权。如果他又对吧，又监管，他又自己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又监管又经营，最后的结果就是腐败。你看前一阵子足协抓了多少人呢？那全是黑幕啊！举全国之力，对吧？养了那么20多个、30个败类。苏超啊，我觉得他未来他也会面临一个商业化，就是我这么搞还要赚钱，也不能说赚多少钱吧，这至少他要养活这个运动啊。你不能全靠政府财政补贴啊，那政府财政补贴它走不远，因为现在各个地方政府没钱，本身就工资都发不出来，你让他还能贴多少钱呢？贴1届可以，对吧？贴3届都是政府帮你投钱的话，这就比较麻烦了。但如果他能自己运作起来，对吧？通过网上的流量，通过人赞助，通过他的卖广告，通过等等啊变现，他能把这个赛事啊能滚动下去，对吧？这些球员的待遇不会太好，不可能像这个国足的那些人球踢得不怎么样，个个身价都是几千万，对吧？对吧？天天要吃海参，那些足协的官员一个比一个肥。这个产业如果运作的好的话，就这种模式啊，这个城市的这些足球球队的这些主力啊，如果一个月能挣个1-2万，或者是2-3万吧，我大概就这意思，就是他的工资啊还可以。那实际上就是解决了大量的就业啊，还有很多对吧？现在的很多青少年，他文化课不行，但是人家体育不错，这也是以后一个就业的路子啊，那就踢球嘛，对吧？踢到20多岁退役了就当教练，他这个产业形成了，要大量的这种球员，他跟国足不一样，国足一个球员养一个球员恐怕要5000万1年，这样的球员你只要20万就可以了，他也是属于降级嘛。那这样的人需求量就大呀，实际上可以解决很多青少年，这家长也就不用再焦虑了，卷，对吧？你非要把他卷到国家队去送钱腐败，现在不需要啊，对吧？他就去哪个市，哪怕踢一个那个区级队，对吧？哪个区的队的主力，就相当于一个就业嘛。也就是这个产业运作好啊，流量转化，然后拉动地方经济，我觉得这个是个好办法。简单点说啊，就是你在国足身上，你一个人1年花5000万，你还不如把这个5000万分成养500个，对吧？这种普通的球员，把它真正的变成一个群众运动，对吧？但是他又能赚点钱，让他能够这个自己运作下去。我们不要搞那种举国体制啊，花大量的钱堆在那个头部几个人身上，完了之后代表国家去参加比赛拿金牌或者怎么着的，那个我认为没有必要，对吧？咱们也搞这种草根性的，也只有这样的运动啊，广泛
泛推广开以后啊，参与的人越来越多，自然啊就有人脱颖而出，说不定世界级的球员就从中诞生了，对吧？你现在国足的那运动员选拔，从那个小孩开始，一直到最后进国家队，那里面全是黑幕，它不是个正常的选拔机制。所以最后啊，归根结底，如果把它总结一下，我的观点就是：一，这个就是消费降级；第二个，我们要利用这个消费降级，对吧？进行这个足球体制上的改革，放弃过去的那种执念，放弃过去的那种选拔机制，真正的推广这种群众运动、群众足球。这个群众足球一旦推广开了，自然而然的就会有这个优秀的人呢脱颖而出，对吧？现在的机制就是什么呢？就是要在更大的范围内去筛选足球苗子，而不是在过去啊那种，对吧？从精英里面挑，从这个各种关系、各种资源里面挑人，真正的好的苗子恐怕被放弃了。那挑上来都是有关系的，对吧？都是4+4的。好，这期节目啊，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